欢迎收看今晡日复习类呢个节目。今晡日个医疗单元，老大家来讲嘛，个咧，你来讲成因诶，系冇是乌爱诶，看电视个乡亲朋友可能系信手个阿妹，也系讲哇，涂成因，涂胰岛炎咧，系冇是阿婆涂个天手涂成因哦，要拄到动到成因哦，伊下很多啦，伊下用定用应该问题哦。今晡日你特别绕墙都系你设计铺个线上呢度节目地图，老大家来分享哦，大家来分享你今晡个线上，佢系你阿东医生设计铺个梁兆轩线上。分享线上，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梁兆轩医生，嘿。分享医生来到两片吼，医生平常时读亚东医院上班在听说动物汉，基本两摆提起摆来复习来送节目系冇？提起摆吼，你做医疗单元研究咧，从来都唔滴讲做得以青岛一只线上讲的系成因该时期，因为你血流强，所以系性族改变嘅下家，性族复健，系所以今日提起摆来送客家电视台医疗节目系咪有一些紧张系冇？一点点紧张，比平常时看。老年看片的时间很好紧张。那其实老先生先打下嘴鼓的意思是，因为吼贵州不人线上提一百类的，理解医疗单元，然后大家都分享哈。线上其实是小儿部的这个医师主任，对，基本上你也用按用个节目分享当中让成有关系的问题哈。不过一开始老大家都分享的是，你从新生儿开始讲起。好。对，因为你下系统冇强容嘞哦，那头白个农药杀肥冇强，你下个声音。一出生一涌出来，那时候是不是立刻做一个新生儿的筛检？对，然后有一定会做的，也有讲自费的，对，做点简单讲一下嘛。一般来讲，该种的因涌下来的时阵吼，你自然吼，那国家整个政策会做一个所谓的该种的新生儿筛检，好，那种筛检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讲遇到是很罕见的疾病，但是做的治疗好，罕见疾病讲一般也杀，哈，这叫罕见哈，可以治疗讲，你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奶粉，好，分给血，好，也就不会很严重，哈，摸了到成因哈，通常都有动严重的一个发展迟缓，好，遇到下严重还会个羊癫疯哈，抽筋哈，所以这个我了下所有的成因哈。用出来吼，一定会做了这种所谓国家的该种的公费筛检。是，至于刚才主持人讲的自费筛检哈，就依然会提供一些所谓讲超音波的检查哈，脑的、脑的哈，还有该种的性床性床哈，还有是肝脏哈，那这两条是检查是就是看家属爸爸妈妈需不需要给小朋友做了哈，遇到你出生做检查出来哈，比如说性状有问题，哈，那可能追踪那个你手指甲会好，该是不是种紧张，哦，遇到是那种的看状有点囊肿，是，哦，有点囊肿或者肾脏，好有囊肿哦，这个通常每次建议追踪了哈，是，所以躺性上讲才第一讲，其实新生儿的自费项目，比如我们讲性虫啊、冠虫、肾脏，所以真的自费筛检有可能是为从性上督导肝问题，它是新生儿，可是就可能会有肝脏或肾脏这样子的问题。有，不对，几率不大。是，所以那一般来讲，阿妹要怎样去判断说我的新生儿一出生，奶水不给走，按用的自费筛检呢？还是说其实你就是安心，你就都去做？没有一般讲了哈，我们没有说特别讲鼓励你一定要做下这个东西，或摸手下这个东西，因为有点检查出来，也没有特别的治疗方式，只有追踪哈。那有点嘿走出来有问题，嘿，该也许可以治疗，那当然是开始哈重要。有些是摸盘班，好，那可能就是你会建议家长讲，之后2个月、6个月或者1年之后再来追踪。有同时然后讲朋友记得讲谁去做的讲去做这样的筛检，然后或者是一般的健检，然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有一点问题，然后就会很紧张，是不是动紧张？可是又对心脏来讲，其实没有关系，你可以再去做复检，好像说因为
这中间有可能会没有那么精准，还是怎么样？一般讲了，该种的国家政策的该种的筛检血片的检查哈，其敏感度比较高，因为其降为漏失掉一个声音，我检查出来，好，所以很多会出现所谓肝癌阳性的反应，好，该因此提一般来走复检，做更准确的检查，哈，一般通常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啦，对，所以第一次检查复检如果摸狗，好，不是很严重，第二次做该种的复检，好，那个可以做确诊。是啊，对，因为第一次检查改时间就会希望讲可以非常改谨慎，动多东西都不要，就是不要遗失，所以会用的比较高标准。对，所以妈妈他们是按紧做。不过你还你讲到乌鸭子一讲出来，记得是不是走筛检？还有带起来乌鸭子，其实宝宝从呱呱落地开始，我觉得走阿妹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就开始会有一系列的开始，比如说还有妈妈就会带宝宝去做健康检查，你讲到了，你讲做医疗不是只有成年人做这样的健检，宝宝就开始了，他会从什么1张眼、3张眼、4张眼、半年都是水。像我们这边就有到台高的妇婴熊，它会有一系列的健康检查，所以这也是妈妈要去注意的。国家就提供该种的，就到6岁上小学之前就700该种的免费健康检查。哦，有700改，5000改。不过这种一般的所谓的婴儿该种的检查哈，通常大部分到龙婴家摸穷，龙婴家咱们抽血，因为龙婴家有高血压、糖尿病，三高。神经是在发展的阶段哈，所以神经的检查到龙婴家摸穷的哈，你做检查除了身高、体重、头围之外，还有重要一点是检查佢的各种发展的情况哈。对，比如讲嘛改哈，比如说你龙家常常讲的7坐8爬。有，你还讲有嘛？7坐8爬9上啊，9上啊，给老人家的经验哈，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其实因为两下应用的少，基本上比较，对，所以金地的声音发展的比平均好家啦好嘛。错。因为一头白改龙应该一共是用6改7改，有冇？基本讲，我爱台来没，用俺谁听的来，他就会做点比较。可是现在就变成要，因为你可能只生一个，来2改，你就要自己观察。自己观察，国家就是你以打预防针的时候，医生会让你走了就有检查。是，医生有没有妈妈真的就是因为觉得也都吃的，宝宝也都吃的很好，都 OK 啊，然后口气啊一块了啊，可是却没有注意到他可能有在成长上面有一些迟缓的状况，然后后来发现就觉得哎呀太晚了，或是要赶快再去密切的做检查或观察这样子。这个东西两下都大都会地区噶发下少，因为两下国家两下都推行这个发展迟缓的筛检，就是配合那种所谓的健康检查打疫苗的时候，可以检查出来那有发展迟缓的小朋友，所以两下其实会就是找不到的小朋友会比较少一点点，那听起来很安心啊，听起来又比较安心。这种检查一般来讲，像你都打疫苗期间做检查，通常大部分都是初步的筛检了。是，你要确定到底就发展迟缓吗？你还得带去给一般的所谓每个县市其实有所谓的发展评估中心去做更深入的就更深入的一个测验，你才知道说有没有发展迟缓。刚才唐先生讲哦，其实你除了做安用基础的抗原检查之外，其实最主要是做阿妹因为可以观察应该声音他的成长的状态，比如包括刚才讲的他的发展啊，他的社交能力啦，他的状态很容易。过先生又讲到要动床的灌粮吼，佢讲其实。还有打疫苗，对不对？其实疫苗对声音来讲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东东阿妹呀很细心，就会一定要带小朋友去，哇，一段一段的这个期间来打疫苗吼。然后又嘛搞咧注意咧，容易嘛个东西走咧走，你聊下，等下咋怎咧讲？
上团节目有讲到小朋友的好基础嘅控检检查嘛，然后阿妈阿祖阿妹会注意嘅提供。如果大家都弟啊要打疫苗。对，新生儿疫苗其实是很重要的。了解有几项动床嘅疫苗吼，到大家的分享。对，像你甲线上简单的讲一下。好，一般来讲，打疫苗的目的是嘛，目的就是预防小朋友感染吼，因为有些病得到会很严重吼。自从疫苗打完之后吼，其实我们动作平吼，你下考民斗嘞，你讲百日咳啦、白喉啦、破伤风，你下动手可能你动的拼吼，你下。自从在前几年水痘啦，各种的肺炎、链球菌打落去，两种的平一般的年轻的各种的小儿科医师每动手可能两种病的。讲到水痘，还是想到我以前小时候谁个事件，哎呀，马上就透露年纪的嘛。小时候班上同学很多人长水痘，而且会传染。对，就是以感应上水痘是故意办动动饮食开始，所以还要在家里。好像自主隔离一样，所以就像信上讲，你让他打疫苗就可以解决很多安用感问题。一般讲了疫苗有两种了一种是活性疫苗，一种就是死的疫苗。活性疫苗打的期间可能他打1次到2次，你可能就有免疫力了。死的疫苗大概要打差不多4次左右，你才会有免疫力所以你可能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这个是死的疫苗，会打洗白。你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通常日不小心连打210打嘞，水痘再打110打嘞，卡介苗没打110打嘞，一般讲了原理也安因啦。但一般来讲，施打疫苗的时候，其实做阿妹的人现在都很细心，是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来讲，有嘛个禁忌？禁忌一般。家长会担心讲那小朋友浪头嘞。对，发烧，发烧走在一起打嘛其实这种情况没讲总在打了打也不会影响到疫苗的效果，只不过说伤息去打完疫苗去发烧，你没办法分辨讲去是感冒的发烧，或是因为打疫苗产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该种的等它好一点点，早来打你讲有没有特别的禁忌？有一些活性的疫苗，对，我刚刚讲的有卡介苗啦，各种麻疹、腮腺炎啦你如果说你先天性有免疫有问题的，或者你又都要接受长期，你讲有些人会接受类固醇治疗，或者有些就癌症的，就接受该种的化疗，这免疫力还带。你上去走打这种疫苗，可能是要先跟医生沟通，要小心，也是要摸是会，因为这些活的疫苗，你打落去，你可能这些病毒可能会扩散。还有一种就是你用打过免疫球蛋白，你打下会讲该种的川崎氏症，或者又有脑炎，而打免疫球蛋白，你打完免疫球蛋白，差不多有10日概念，你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你差不多有10日概念，你怎么打该种的活性的疫苗？你打了摸好。哇，所以其实让大家的分享安改地区，可能动动妈妈有讲，哎呀，我一下子记不起来。可是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先了解你谁应该从控，然后因为打了的疫苗的时间，你要跟医师充分的沟通，而且你要让医生知道有2天事情，俩紧细会特别注意所以俩还讲到施打疫苗，我们讲像线上刚才有讲到什么，比如像川崎氏症啊嘛，其实讲到俩大家是会注意讲，头白感应吐声音到第一其实蛮台的，可是每次都讲，俩个声音好像好难吐，可是其实也不是真的好难吐，因为头白又东西你没有发现，现在是因为你有机会去发现，像一般来讲，那个声音很容易就会觉得。好像很难带，因为觉得很容易有一些什么急症，以它是昏倒，痛下都是发烧，痛下都有抽，然后你就躺妈妈也没干嘛，一天到晚就说我还声音喘不又不舒服，可是好像又没有怎么样这样子，一般讲了你读门诊常常会拄到妈妈讲他们为什么还不上幼稚园？基本讲头数很容易感染，会让对。其实伤息有点小感冒对小朋友来讲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了因为除了打疫苗之外你自然从环境里面得到的一些感染可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产生一些免疫力所以这是真的。对，这是那至于你讲的
臭啦，流鼻水啦，这有些摸体没浪头，它也过敏。过敏，一般浪头差不多很少超过2个礼拜的。因为如果说小朋友常常都在臭，特别是晚上比较容易会咳嗽。这你要注意，摸体也有气喘，摸体还鼻涕倒流，这些你要去做一下检查，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那其实这个要去看免疫过敏科，安因长虫，就是要针对这根本的原因去治疗了。没讲啊，该是天生浪头那么常常带到去这种的看浪头吃很多药对，所以安用讲起来，其实妈妈要观察的东西很多要很细节，有没有真的抽，还是感冒改抽，对不对？有没有像心脏讲，它有可能是有气喘，对，然后还有就是发烧，我觉得发烧就是一个很奇怪，大家糖都走，阿妹会讲也没有怎么样，然后就昨天晚上什么水摸水都一般发烧，然后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小问题，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但它也有可能是很严重的疾病，对不对？该一般讲了该发烧，发烧其实是一种该种告诉我们说身体可能哪一个某个部分可能有感染了，要叫我们注意但是一般你讲了通常发烧你也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声音的该活动力好冇，听医其实该种发烧的时间有没有就是很长，我说很长是比如说发烧超过5天以上，这个要注意可是5天以上，1天妈妈就去看医生了。因为大家都讲发烧，因为以前阿公阿婆老你讲，发烧围绕听那烧牌的去，以前该种古老的该年代，做买该种发烧围绕听那烧牌，该是脑膜炎、脑炎的关系，没发烧的关系。如果3个月以下的发烧，你要注意，因为声音的该种听那的该种我们所谓的该还蛮发育完全因为发烧容易跑到脑部去，所以3个月以下发烧你也注意，要特别注意。你一定要带去看医生一般如果说你30岁了你让头感冒发烧该一般的感冒通常也要2、3天了。你如果说在流行期，比如说有些特别的，讲还有流行性感冒毒在流行，或者是有一些罕见的病毒比如说像腺病毒该种会发烧下球如果发烧超过5日，你一定要带去看医生超过5日，讲像你推荐讲的川崎氏症，该注意对，对，好难那个，对不对？该一天会烧5日，你长做在确定了。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性体的一些特殊的该种表现，比如说你眼结膜为风，嘴唇、嘴巴为干，你打卡介苗的地方没为风，你注意这几个。如果一般川崎氏症没讲动难治的疾病，如果记住很严重的副作用，如果说摸检查出来摸治疗，你得该心脏的该种的冠状动脉会扩大，该心脏会白特，所以你可能这个要赶快治疗这种平又柔又好易就是免疫球蛋白是打进去，该这种烧死会慢慢退下来的再配合长期的追踪其实你没讲动难的疾病但是那你下到该种的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发烧你来还要注意小朋友活动力不好，即使去烧摸晚够一点点烧，可是活动力不好，该没有注意，要注意所以等于是它是环环相扣的。对你小儿科老摸马个特别，就是小孩子活动力动重要。那即使你发烧都微微烧2、3日，因为小朋友活力不好你没有注意，因为伤息就掉该种的你常常读该种的日站款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医疗纠纷您讲为什么来声音大过来看这种好的音会突然变安音你就
一些病毒的感染，让到去得到心肌炎，该美为该种的，所以我这家涂成因的劲然后，我的成因如果说去发烧去38度39度去火力还动火，你比较安心。我不会特别讲但是去活动力不好。即便只有烧一点点，要特别注意。我是会真是哇，乡亲朋友唐先生讲听说袂好了解。其实发烧除了温度嘅固态，最重要嘅是声音嘅活动力还有嘛嘅事情有让大家来分享，让注意聊下，等下再来。到墙头系阿东日然设计铺盖欣赏，都有聊片，然后大家的分享哈。涂生意两件事情哈都有意思。有的人讲，我觉得很好带啊，没有怎么样。有的人讲，好辛苦哦，那小问题好多。大白一款欣赏款太狗，还有欣赏什么？哇，开好多的药，一大包，然后带回去就给本生意吃。其实，在用药上面，是不是也有很多妈妈也没有真的很注意，然后就不小心搞不好用药吃药上面有一些失误的问题。一般讲来这种的起早很困难的那这个生意没穷到，大摆还必须到用要按苦给某些，大摆围绕给大家走得远远的跑给爸爸追。因为一般通常你去看这种的，一般的诊所佢大部分係讓你抹藥，你包讓你吃落去你台之但看某天佢會下到藥水俾你就食。落水下簡單啦幾 cc 你就會幾 cc 就好。如果又對會比較容易又產生失誤嘅抗生素啊。因為抗生素會加水會加激度它其實有一定的這種的規定。對。所以如果一般台之但有藥師，你亮度入不嚟，你提白溶開就溶，你唔會溶你是去問藥師講我蠻溶有啲媽媽愛看到從來有解媽媽愛開一罐抗生素俾佢食檢調蠻食，佢到佢回診時佢同我講，佢到該藥粉倒出來然後再摻點水安尼食，安尼食是唔錯嘅佢運動係先到加水加落去，繞再抽出來，安尼長臭那這樣會怎麼樣嗎？也還好啦，因為其實這樣也還好。不過抗生素它就是要一定吃到一定的那個濃度然後一定的時間。了解。可能跟一般的咳嗽藥水症狀治療還冇共融。我理解，對，其實不要講小朋友，講到胎兒咪係，相信你係個紅염蟲嘅昏斗，但係病毒感染，線上開給你抗生素，其實會規定講，你這個是要。真的要全部踏踏實實的吃完而且時間要很精準你不要以為說吃了2顆，好像今天還不錯，又好活嘞，是沒有管它，所以這個是媽媽如果有拿到抗生素的藥，要特別注意。所以這邊也講到嘛，因為就像醫生講，這有一個正確給藥的注意事項，就是從繞線上講也是一樣的。對，一般就是餵藥時間了一般通常講症狀治療，感冒藥、咳嗽藥、發燒藥4點鐘到6點鐘間隔安尼是做得嚟但抗生素佢可能你下抗生素係簡單嘅，有啲已經是140咋咧，有啲已經是200，你是間隔12個小時，你可能來下方便你不用特別講，你到小孩子水墨經常把它挖起來吃，安尼是冇比較好。你比如說早上8點，晚上8點，安尼食只要見，比如講200的，你就只要把時間算準，12個小時，對，12個小時，中間差1個鐘頭、2個鐘頭，那個應該還可以啦。然後就是一定要切記，這抗生素一定要吃滿一個你講的療程，那個週期，線上講給表示聽錯是睇，莫講是人嘅好類是唔食你像個流感的藥，克流感沒有食，你冇遇到抗生素你食100，你感覺好累，因為有啲會產生抗藥性，你冇到細菌殺死，你還白雜種2種抗生素是冇好的。對，一般講來線上唔會提起白紙開抗生素給你吃啦，那種係比較嚴重的細菌性感染，比如說你就肺炎，冇中耳炎，2種可能會需要抗生素來治療，一般醫生唔會
抗生素给你吃。不过就像信上讲抗生素其实你没有吃完的话，你觉得已经身体状况还蛮好的，港沟已经恢复了，可是可能下次产生抗药性，信上再开那种抗生素就无效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让妈妈讲因为很多妈妈真的会觉得，如果以抗生素来讲，她会觉得宝宝已经好了，声音好了，而且活蹦乱跳，也没有症状了，其实不是对，我觉得这是今天特别让乡亲朋友来分享哈。那个讲到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妈妈在给药，就是喂药的时候，就是其实特别注意的事情是。他回去那个药水跟药粉有时候会自己想要这个时候吃就那个时候吃，然后这样子吃或这样子吃，我觉得还是你也讲对用医生，你纳入一些就特别问一下药师，我蛮喜对，特别问一下药师，然后问清楚，对，多问几次，我觉得比较安心。那台积展它有所谓从亚东医院又在各种药物咨询的，你量度到过来，你就蛮喜，你做的量度到过来，你长特别疑问机。对，特别去问他哈。对，这边有特别到台大再分享一个其他的，就哺乳中的阿妹用药之注意事项。对，因为有时候妈妈自己可能自己昏倒啊什么，可是她刚好又在哺乳这样子。对，那这边特别讲说到台大来分享一下，比如说错开喂奶与服药的时间。因为上期妈妈写老歌哈，她会透过乳汁笨声音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小心，你有对老歌好。比如说有对讲精神科也用药啦，或者是神经科也用药啦，或者是一些马来照顾啦哈，可能会透过乳汁笨声音吸到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问清楚哈，你走在门口也照顾医生讲，你吸了照顾会透过乳汁笨声音吗？好，如果说会，你有到医生讲。他会开另外一种药，有些会，有些不会。对，不是所有的都会。对，有的会，有的不会，所以特别来讲到，因为像两片是有讲到因素啦。对，这个也是，这个已经很难了。可是非常难改，第一先讲到乡亲朋友简单分享一下。所以其实简单讲起来是很易看性上改时间。我觉得有时候医生。规日做事是非常该甜啦，很辛苦，问大家很多问题，可是有些重要问题还是不能漏掉，还是要问。我们讲到最尾你说到用药的正确性啦、吸柔啊，最后让大家都问到好简单的问题就是大白妈妈的饲柔改时间都饲柔非常该辛苦，所以我们这边强性上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喂药的小诀窍。小诀窍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小诀窍了因为刚刚有特别聊过讲，发烧就是吃退烧药嘛有点声音不退一下走甜，其实小孩子不会排斥吃那个药了。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洗手的时候，有些真的很苦，好可怕，那个溶在舌头上面，真的。对。我吃到哭气都掉因为妈妈拿那个滚须之后吞下去，然后你就这样吞一吞，怎么药还粘在那个舌头上面，你就觉得很辛苦。我曾经特别讲揉完苦讲揉感又甜的，揉摸甜，一听药是苦的，不知道要怎么喂通常你是该种药水，通常你走的绕该种药是那扎滴管就是用滴的也可以滴到他的那个嘴颊顺贴你咬的时就开始吞了，哭的时候就吞进去了。比较难喂的抗生素，抗生素是在冻服了那这个。大家爱成日都爱讲，冻服爱讲，甘于安抚。这个呢也是只是冻服，蛮苦。你做的加掉果糖一点点，要掺一点点甜味，这个没有关系，你有点甜味让你吃落去了，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可爱这个声音讲冻服也是接爸爸说有那么苦吗？自己吃一下，还蛮苦的。对，还有在塞屁股，像这种塞屁股，塞剂有蛮塞塞剂通常你会那的，因为它本身其实做的像一个尖尖的其实蛮容易塞的如果小朋友可能塞的时候，他们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前面擦一点点凡士林然后把它塞到肛门里面去如果
肛门要稍微夹紧一下哈，等它融化，因为精油肛门内该种的吸收哦，该种退烧这也很重要哈。哇，乡亲朋友，基本你堂，你甲先生讲啊，都吼，相信动感问题，特别冇注意到，基本你是注意到嘞哈。所以咧，你还是老大家来讲吼，你还是动床改地些，大家噗噗的记起来哦。非常感谢先生来到节目地度来分享，是么？好，听下来咧，我来做认同了。